聖言在世上，描述過聖言同天主以及聖言同創造嘅關係之後，若望福音嘅序言繼續探討聖言喺世上嘅情況。同三部對觀福音一樣，若望福音都係由耶穌嘅前驅講起。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若翰。這人來是為作證，為給光作證，為使眾人藉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為給那光作證。若望福音好強調若翰作證嘅使命，對佢施洗嘅工作反而輕描淡寫，亦都冇記載佢為耶穌施行洗禮。若翰嘅使命嘅意義存在於佢神聖嘅來源，佢係由天主派遣來嘅。福音嘅內文記述，若翰非常明白自己嘅角色，稱天主為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的，而佢就自稱做被派遣作耶穌前驅的。喺5章35節，耶穌把若翰比喻作一盞燈，因為耶穌自己先至係光。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耶穌係那普照每人的真光，真字係指正宗嘅或者完美嘅，同真光相反嘅唔係假嘅光，而係唔完美嘅光。耶穌係真光，意思即係話佢係唯一嘅完美嘅光，喺佢嘅照耀之下，其他嘅光都唔再明亮，黯然失色。普照呢一個詞可以解啟示嘅光照，即係啟迪、啟發、教導，亦都可以指審判嘅聚光燈，絕不留情揭發一切。唔理人係唔係接受耶穌，聖言嘅真光都會觸及佢，人自己嘅抉擇就成為咗關鍵。所以下文指出，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但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世界係1章3節所講嘅萬物當中有能力回應嘅嗰部分，即係人類。可惜世人並唔認識嗰個降生成人以前已經存在喺大自然同埋存在喺人之內嘅聖言。更加可惜嘅係世人唔承認佢，拒絕佢。自己嘅人指以色列民，因為出谷紀19章第5節記載，上主話俾以色列聽：你們在萬民中將成為我的特殊產業。對聖史嚟講，以色列仍然係一個值得尊敬嘅名字，而佢通常稱呼嗰啲唔信耶穌嘅人為猶太人，佢哋因而成為咗邪惡嘅世界嘅代表。不過按上文第10節嘅脈絡，自己的領域同埋自己的人亦都可以指世界同埋世人。換言之，聖史喺11節籠統咁指出，世上不信的人唔接受降生成人嘅聖言，之後喺下一節先至補充指出當中嘅例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給他們，即給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接受喺原文係用過去時態，指門徒最初嘅皈依；而信則係用現在時態，指持續嘅信仰。若望福音好強調信仰係救恩嘅先決條件。權能嘅原文有權柄、權利、特權嘅意思。若望喺度暗示，成為天主嘅子女，並唔係人本身嘅能力範圍以內嘅事，必須由天主給予權柄。呢一份得自天主藉耶穌所賦予嘅權能，就係信友團體嘅自由咯。若望喺下一節將會詳細咁描述人點樣成為天主嘅子女。他們不是由血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慾，
而是由天主生的。三重嘅否定強調天主嘅子女並唔係按人自然嘅本性，而係按超然嘅靈性而生。從希臘嘅生理學角度解釋，一個胎兒係由母親嘅血同埋父親嘅精子形成，所以血氣係指女人喺生育孩子嘅角色，肉欲係指人與生俱來嘅本性，相對於嗰個屬於天主真實境界嘅靈性。男欲則係指男人喺生育孩子嘅角色。喺呢一度，三句話係逐一咁否定咗女人、人性同埋男人喺生育天主嘅子女呢一件事上嘅角色。稍後喺第3章，耶穌同尼苛德摩嘅對話當中，將會更詳細咁樣解釋人點樣由上而生，成為天主嘅子女。